这个基泰建设出这条这尔啊大条，讲这个建设公司的高层第一时间看无人影。出代志的当天暗时，就赶到现场来救灾的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讲，拢无看到基泰建设的带头。这个基泰建设的总经理方先面是感觉委屈，流下目屎，讲伊一直拢地咧，一直拢伫咧现场咧处理，是副市长唔满意。结果，互李树川阁甲洗面，讲要找这个基泰建设处理后续赔偿安置相关的费用，以及要安怎来中建，拢找无总经理，打电话嘛唔接，并唔是讲出代志迄暗伫现场，就会使讲一直拢地咧。基泰建设伫台北市大直新建的工程，因为时间的问题，9月初7的暗时造成附近的民体崩溃。基泰建设的高层伫昨下晡总算出面，没有声音到现在。9月7号当晚，我就在现场，而且在副市长的旁边，可是他还说。他不认识我。基泰建设的总经理强调讲，一直拢有伫咧，甚至感觉委屈，甲流目屎。严格当天暗时，就赶到现场救灾的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，就无安尼认为。在那里将近差不多40分钟，指挥完了以后，那个房子再呈现下去。那工地就只有你们主任在这里，都上面的高层都没在嘛。他才告诉我说，我们总经理在旁边啊，然后他也没有来跟我打招呼。我也不认识他。今仔日知影，李树川讲到当时救灾现场的状况，嘛讲要找基泰建设处理后续赔偿、安置相关的费用，以及要安怎中间的事，所找无总经理的人。第一时间开始，一直到安全，基本上都在现场。不但我在现场，我们公司派的同仁也都在现场。并不见面，电话也不接。我们的都发局的局长这个打电话给他的秘书，那秘书也说。我这个接不到我们总经理，他不能拿那天晚上说，好像他一直都在那里。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来再到现场。基泰建设的总经理讲，伊人拢伫现场去互李树川来反驳。面对着大直面体崩落，建商的处理态度，若受灾户可能真歹接受，市府恐惊嘛无法度，安尼就真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